喂，大家好。今日呢，我想同大家分享一份很特别的页，就是一份代导信。那份信是来自一个叫做太北快闪访宣队的团队，他们即将出发了。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在他们踏上征途之前，到底面对紧盯咩挑戰，同時我們可以怎樣在禱告上支持他們。好，就係呢一班人啦，佢哋將會喺4月30號出發，去到末月4號，短短5月4日嘅時間，就會去到泰北嗰邊服侍。見到佢哋嘅笑容，係咪都感受到嗰份熱情呢？咁究竟佢呢份熱情背後，佢哋心裏面有啲咩牽掛同需要呢？我哋就由佢哋嘅領袖開始講起。好，首先呢，我哋就嚟睇下帶領呢個團隊嘅項目先。作為一個領袖，佢嘅禱告焦點好多時候就反映咗成個團隊嘅屬靈方向。睇下佢最關心啲咩，我哋就可以明白呢個旅程嘅核心價值喺邊。哇！你睇下胡牧師嘅禱告，真是好全面啊！佢第一個關心嘅，竟然唔係工作，而係關係，點樣同嚟自唔同教會嘅隊員建立關係。跟住先喺事工，希望兒童組、青年組、美式組，甚至港愛之夜，全部都可以好好學習。當然啦，佢自己5月3號家訪有分享信息，都求神帶領。但係我覺得最觸動嘅係最後一點，佢唔係淨係想完成任務就算，而係希望每一個隊員返嚟之後，生命都有改變，成為一個真正有使命感嘅門徒。呢個眼光真係好唔同啊！好，了解完成嘅大方向之後，我哋就嚟睇下每一個隊員，佢哋個人有啲咩需要。因為始終都係人去做侍奉嘛，佢哋嘅心靈狀態其實係最關鍵嘅。首先我哋為現有禱告。真係好典型嘅都市人問題，工作係攰，休息唔夠，結果就病咗。佢而家真係好需要我哋為佢嘅身體禱告，求神醫治佢，俾翻力量佢，等佢可以精神奕奕咁去服侍。跟住係做衛生，哇！呢個真係好多做媽媽、做太太嘅心聲。人雖然去遠方服侍，但個心其實都仲係掛住屋企。佢好希望我哋幫手禱告，求神睇顧佢先生、老二同埋幾個鐘好細嘅朋友，等到佢喺外面都可以安心咁。呢份牽掛真係好真實。下一位係少平，佢哋嘅問題比較具體，就係氣管比較敏感，呢個就需要特別為佢嘅呼吸系統禱告啦。尤其是去到一個新環境，希望佢可以適應到。明基都有類似的煩惱，空氣一差，鼻敏感就發作。但除了身體之外，他仲有一個很重要的禱告，就是求神幫他放低在生活上的煩惱同重擔。那個真的是好重要，只有心無掛慮，先可以真正全心投入服侍。好，講到至呢度，大家有冇留意到一個共通點呢？小朋友係氣管，明基又係鼻敏感。其實呢啲個人嘅健康問題背後指向緊一個整個團隊都有面對的嘅大環境挑戰，到底係咩呢？冇錯，就係空氣污染。原來佢哋去希嘅清萊，最近嘅空氣質素係相當差嘅。呢個真係好麻煩，唔單止影響呼吸，仲可能會影響到佢哋所有戶外嘅活動，例如家訪啊等等。所以為當地嘅天氣後勤，真係一個好緊急、好重要嘅帶導事項。好啦，講完個人嘅困難、環境嘅挑戰，跟住就要睇翻個團隊本身。始終佢哋係一班人一齊去做嘢，如果唔能夠同心合意，咁就咩都做唔成。我哋嚟睇下佢哋點樣為合一禱告。哇！呢幾步真係好靚啊！由聖靈帶領開始，然後到大家好好溝通，再喺愛同理解之中一齊合作，最終達至同心合意。傾節同英語嘅禱告就係講緊呢樣嘢，特別係佢哋嚟自唔同教會，背景都唔同。要做到合一真係唔容易㗎，係要好努力、好謙卑咁去追求，同埋需要好多禱告支持。而呢分開型係冇事為咗自己圍內開心就算，
佢哋最終嘅目標係要將呢份確認轉化為服侍嘅力量。你睇維山禱告求智慧，有用說話去建立人，同埋有一顆敏感嘅心，睇到當地人同宣教士真正嘅需要。King 字就特別提到要為嗰啲長期喺工廠嘅宣教士帶嚟溫暖同支持，呢啲都係確認所帶嚟嘅美好果效。OK， 我哋講咗咁多，有個人身體嘅問題，有家庭嘅牽掛，有惡劣天氣嘅挑戰，仲有團隊磨合嘅困難呢。哇，真係樣樣都唔容易。咁到底係咩支撐住佢哋，令佢哋仍然有信心繼續行落去呢？佢哋嘅信心究竟係建基於啲咩之上呢？呢個問題呢，可以話係最核心嘅問題。面對咁多唔確定嘅因素，佢哋嘅信心到底係從何而來呢？答案就係羅馬書8章28節呢度。我們曉得萬事都互相效力，叫愛神嘅人得益處。呢句經文就係佢哋信心嘅錨，意思就係無論發生咩事，好事定壞事，只要我哋係愛神嘅，神莊重都可以將呢一切變為對我哋有益處嘅事。就係呢份堅定不移嘅信靠，俾咗佢哋勇氣去面對前面所有嘅挑戰。聽完佢哋嘅故事，最後我想留一個問題俾大家思考下：呢個宣召團隊嘅故事對你嚟講有啲咩啟發呢？佢哋嘅使命感係有冇挑戰到你去諗下你自己嘅使命要係咩？我哋每個人嘅工廠可能都唔同，但最重要嘅係我哋有冇揾到，同埋有冇行喺佢嘅始終呢？希望今日嘅分享可以為你帶嚟一啲新嘅諗法。多謝大家。